25号上午，台南市教育局为着要感谢斯卡罗的弯度傀儡花作者陈耀昌医师对学校本土教育的贡献，特别伫市府召开记者会。但医师本身是会议肿瘤科的权威，本身伫台南出世，对台湾嘛有真侪爱戴，并伫2012年甲2021年10年的期间，陆续出版真侪以台湾历史为主题的小说。那尤其对于台湾史这个台湾史这个领域可以说非常的有研究包括伊对2012年到2021年今年总共12年的写5本册第一本包括《福尔摩沙山竹记》另外一个傀儡花我讲过那个狮头花另外还有一个科兰苦练花，还有岛之西那这5本册拢是咱台湾史为主题写的这个小说小说看起来拢较那个平易近人容易阅读，但是从过程当中也当走过咱300几档的在台湾的历史所以这种的那个表彰的方法那个描述的方法，我想很有特殊性但医师希望透过小说来让更多人会当对台湾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特别关注千几本的著作，和台南市所有的初中甲国小，嘛特别伫记者会现场来举行观众仪式。这个事实上呢，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因为最近当然很有改善了，可是总是不能把这一些故事写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些故事是很动人，而且呢，这个你看完以后呢，你会觉得说，身为台湾人呢，我们的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光荣的传统，我们应该去了解，应该去注重，应该去记忆下来所以我希望说，把这些诗呢，能够在这个漫画版，这个其实大概小学就有嘛然后呢中学然后高中、初中然后大学都可以有这些诗可以看得到，而且呢民众图书馆也可以在民众图书馆可以借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呢，我们觉得这个举动呢非常的有意义，希望能够推广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历史教育。活动的最后嘛，由教育局长郑新辉代表台南市来颁发感谢状给陈医师，感谢陈医师对学生伫本土教育的重视甲努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